各位戰友早晨，今日係11月13號，同大家做個重要技術分析。個市由25,500點低位一路升到27,000點樓上，已經累積超過1500點升幅，真係相當誇張。不過經過咁大升幅後，個市好大機會要進入整固期，等市場消化下呢輪升勢。技術上有機會回落至26,350點呢個水平，重新測試支持力度。預計今日波幅會喺26,650點至26,800點之間。策略上建議可以趁反彈減磅，鎖定利潤，唔好喺高位追貨，等回調至26,350點附近再考慮吸納。記住，識得獲利先係真正贏家。快啲 save 低呢個分析，同班戰友一齊理性部署。